無知少女懷疑踩入港姐中金局。無所事事，行下旺角行人專區，就咁踩陷阱啦。如果係 sales 嘅話係 OK 嘅，但係我知道咗原來係類似陳亞飾啦，即係我同我媽講嘅話，其實呢個陳亞飾推銷嚟嘅，就知道犯法就唔做咯。點解會咁呢？一切由一份問卷開始。小姐，做份問卷呢？好啊，有冇興趣買張美容 coupon 啊？傾咗成粒鐘 ，Katie 俾290蚊買咗一張，仲交換埋電話號碼。跟住我就自己想揾份工嘅嗰陣時都，跟住就問你冇介紹啊嗰啲。幾日後，佢被帶上港姐李思韻喺佐敦開嘅化妝學校見面，游說佢做 sales 啊，話俾600蚊入會費就攞到銷售權，公司會俾520張優惠券佢，佢賣到一張就賺到250蚊佣金。啲客用啲優惠券幫襯 ，Katie 又可以分到1成2佣。介紹新人加入呢，買幾多佢都有4% 佣金噶，好似好筍咁。不過 Katie 要先俾28,800蚊買療程、美容產品同化妝課程。佢賣會做 part time 咋，一個月賺得1000幾蚊，當然唔夠錢俾啦。我 expect 佢係喺我學校嘅，但係點知咧，原來佢係帶咗我去幫佢借咯。佢入職證明嗰度係教我點樣去話係旺中嘅個 sales， 跟住現金出糧啊，教我朝幾晚幾日返，跟住鋪頭名去旺中揾間鋪頭，就求其攞咗鋪頭名就係啊。加埋假電話，成功借到3萬，分5年還，每個月還1000幾，夾埋埋要還成7萬蚊噶。而 Katie 亦成功做咗間公司嘅業務發展主任，不過假資料犯法噶。跟咗佢行咁耐啊，咁樣佢話借啊，咁咪借咯。嗰陣時因為我唔同我阿爸阿媽講，我就唔會去查呢份其實係叫陳亞飾推銷嗰啲，我根本唔知嘅。但係如果你爸爸唔返去玩嘅話，諗住點做？都係繼續做呢份工。點解未做先退呢？因為 Katie 問過裏面嘅 sales 賣優惠券只係夠還錢咋，根本冇得賺。佢懷疑受騙，報咗警，不過警方就話佢簽晒合約，冇得追噶。到底間公司係咪有問題呢？有咩問題呢？